大罗萨巴的嘞，那个长马嘞，长的当这些的嘞，大罗萨巴忙了。那新的一年呢，就是祝大家新年快乐，所以哥向大家说一声扎西德勒。那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呢，就是能够心想事成，而且长寿无病，然后所愿呢都能够快速的承办。那这2个月的时间呢，就是因为我们呢就是没有办法继续上课。那对于修法的人来说呢，就是在修法的过程呢，往往会遇到一些障碍。那我们也知道说呢，我们在学法的时候呢，就是每一个缘起呢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可能缺一个因缘呢，我们就可能会造成修法上的违缘。那刚好呢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遇到了一些障碍，所以停下来。不过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可以继续的呢开始往下学习安乐道论。那我们在正式开始之前呢，那我们先花一点时间，就是把之前的科判呢，就是重新复习一遍。因为如果直接开始的话呢，那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对于之前上什么呢，可能有点记不起来，所以我们这边就透过科判呢，短短的复习呢，然后把之前的课程让大家能够稍微有一个印象。那一开始呢，我们就看到说安乐道论最根本的科判呢有2个。那第一个呢就是道之根本呢依师轨理，然后还有第2个呢依师以如何修心次第。那第一个呢讲到说道之根本依师轨理，那为什么讲到说依师轨理呢？它是道的根本呢？那所谓的根本呢，就是最重要的。就以一棵树来说的话呢，那我们把这个种子种下去之后，那它之后是否能够开花结果，那它的果实呢是否长得好呢？最主要呢都取决于它的这个树根。那如同于此呢，我们所有一切心绪之中，所有地道的功德要升起呢，那它的根本最主要呢就是依靠着善知识。所以第一个科判呢就讲说道之根本呢是依师轨理。那我们在依止了善知识之后呢，那如何的修习呢？所以讲到第2个科判就是依师以如何修心次第。那我们讲到呢，道之根本清净善知识轨理之后呢，那第2个呢就讲到说，那我们依止善知识之后呢，该如何的去修心？那依止善知识该如何修心呢？它又分为2个科判。那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说，于有暇身呢劝取心要。那第2个呢就讲到说，如何摄取心要之理。那第一个呢就讲到说，我们既然获得了呢如此难得的暇满人生呢，那我们该如何的呢去取心要，就是劝发我们呢获得了此暇满人生之后呢，那好好的呢去获得人生的心要。那讲完这个科判之后呢，那第2个就讲到说，那有了这个珍贵的暇满人生之后呢，那我们该如何的呢去取心要呢？那我们所要取的心要呢又分为3种。那这边呢又分为就是讲到说于共下士道的修心次第，那还有呢于共中士道的修心次第，以及于上士道的修心次第。那为什么要学习共下士道的修心次第呢？因为透由学习共下士道的修心次第呢，可以让我们获得呢就是较少利益的心要。那我们如果想要获得中等的心要的话呢，那就要透由共中士道呢的修心的方式，然后来获取中等的心要。那我们如果想要获得最殊胜的心要的话呢，那就要去学习上士道的修心方式。所以呢，由此讲到说，于共下士道，还有于共中士道，还有于上士道呢修心的次第。那再讲到说共下士道的修心次第呢，它最主要的内容呢又可以分为4个。那就讲到呢，一开始呢，我们要先去思维到呢，就是念死无常。那在思维念死无常之后呢，那第2个呢，就是去思维到三恶趣的痛苦。那思维三恶趣的痛苦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是去思维到就是入圣教师门呢，也就是皈依三宝。那之后呢，就是去深信业果，然后去了解如何的取舍。所以下士道最主要的4个科判呢，也就是念死无常，然后三恶趣苦、皈依三宝以及深信业果这4个科判。那在修习完共中士道之后呢，共下士道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是修习共中士道。因为呢我们在下士道的时候呢，就是了解到说我们要去深信业果，然后呢对于善恶呢去做行持。那在对于善恶去行持之后呢，那我们透由呢就是行善之后，然后能够累积善业。那善业的缘故呢，它可以让我们投身到善趣。那虽然于此呢，我们投身到善趣之后呢，但是如果说投身到善趣之后，在来世的时候呢，没有办法继续的断恶修善，那可能呢，在第3世的时候呢，由此呢又投入于恶道。所以为了让我们能够从轮回里面呢，能够真实的脱离出来，所以在
共创世道的修心次第呢，它最主要的2个科判呢，就是讲到第一个呢，就是明求解脱之心，那第二个呢，也讲到说觉则能去解脱道性。那如何升起一个明求解脱之心呢？那就像刚才所讲述到的，我们思维到说，虽然呢我透由断恶修善之后呢，我是能够投身到善去，但是呢，如果我没有办法从轮回里面解脱出来的话呢，那我之后呢还是有可能会堕入于恶趣。所以呢，由此升起一个坚固呢，想要升起希求解脱的心。那这个升起坚固希求解脱的心呢，就是明求解脱之心。那升起了希求解脱之心之后呢，那第二个呢，就是觉则能去解脱道性，就是那我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呢，才能够获得解脱呢？那这个时候呢，就要透过我们去学习三学，也就是戒定慧的三学。然后，所以第二个科判讲到说，觉则能去解脱道性。那在中士道的时候呢，就是透过我们思维呢，轮回的总苦以及六道的别苦之后呢，那我们升起了一个希求解脱的心。那我们自己升起了希求解脱之心，那自己希求解脱之后呢，那其实我们去思维到，光这个样子呢，并不是足够的。为什么呢？因为如同我呢是希求离苦得乐一般，那其他所有一切的有情呢，它也是如同我一样希求离苦得乐。那在希求离苦得乐的时候呢，虽然说每个人都是希求离苦得乐，但是呢，因为我们对于说其他有情呢，因为对于善恶的取舍呢不了解，虽然说他希望呢能够获得安乐，但是他还是不断的呢去造作各种的苦因，所以导致呢他没有办法获得最究竟的安乐。然后由此呢，我们去思维到说，这些有情呢，它其实呢是对我来说呢是有无尽的恩德。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世的时候呢，他曾经当过我的母亲。那他在当过我母亲的时候呢，他是透由各种的方式呢，然后来利益我，帮助我。所以呢，我如果仅仅只是希求我一个人呢获得解脱，那这样子呢是不足够的。所以由此呢而升起一个我想要为利一切有情呢，能够帮助一切有情，能够把他们安立于解脱的方法。但是呢，如果说以我现在能力来说呢，我并不具备能够把一切有情呢安置于解脱的这个方式。那如何才能够帮助一切有情获得解脱呢？那唯有我自己成佛之后呢，我才能够具备如是的能力。所以由此呢而升起了一个为利有情愿成佛的心。因为唯有自己成佛之后呢，才能够帮助一切有情。所以当我能够升起一个为利有情愿成佛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进入了上士道的修行次第。那所以呢，在安乐道论里面呢，就讲述到说，上士道它最主要的2个科判呢，就是讲到说，第一个呢就是发菩提心之理，那第二个呢就是发心以呢修习菩提行之理。就是呢，当我们一开始呢，就是像刚讲述到的，当我升起了为利有情愿成佛的心的时候呢，那升起如是的心，就是已经发起了菩提心。但是仅仅发起菩提心之后呢，它并不是足够的。那这个时候呢，就告诉我们说，既然升起了菩提心之后呢，我们该如何的去修习菩萨行。所以讲到第2个科判呢，就是既发心理如何修习菩萨行之理。那在发起菩提心之理的时候呢，那就讲述到说呢，那在升起菩提心的方式呢，那有2种，一种呢就是透由七因果的方式呢升起发心，那第二个呢就是透由自他换的方式呢升起发心。那这2者呢所升起的发心呢，并没有任何的差别。那除此之外呢，也有结合呢，就是七因果以及自他换2种呢，就是把2种教授呢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发心的方式。那在升起了发心之后呢，就讲到说如何的呢受持发心的仪轨。那在讲述到受持发心仪轨的时候呢，有讲到说就是受持愿心以及行心呢这2种不同的仪轨。然后讲到说依次呢升起，也有讲到说呢同时呢就是受愿心以及行心呢这2种仪轨的方式。那在受持了菩萨戒之后呢，就是受持了愿心仪轨以及行心仪轨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我们受持了菩萨戒之后，那我们接下来该如何的呢修学菩萨行？那在讲述修学菩萨行的时候呢，那又分为2者，就讲到呢就是成熟自己心绪呢，也就是讲到说6度的修学方式。那第2个呢，就是成熟他人的心绪呢，而讲到说四摄的修学。那之前呢，就是上课的内容呢，就是到这边。那以上呢，就是把安乐道论它的科判呢，就是做一个总摄。那大家对于说安乐道论的这个科判呢，就是要好好的去学习，因为安乐道论里面的科判呢，它本身就是非常的少，然后呢，非常的扼要。但是呢，这个科判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如果说我们能够把
安乐道论的科判呢熟记之后呢，那把它作为一个根本。那以后呢，对于一切道次第的教授呢，那对于其他的科判，我们可以透过这根本的科判呢，然后把科判呢作为无限的延伸，那乃至于呢，把这些广的这些道次第的教授呢，把他的这种广的科判呢，我们可以把它收摄起来。所以对于这个科判，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将来如果我们在修行的时候、闭关的时候呢，那都可以透过这些根本的科判呢，作为我们的所缘，让我们在修行道次第的时候呢，不会有任何的错乱。那以上呢，就是对于说之前上课的内容呢，做一个收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的继续讲述我们之前呢讲到的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安乐道论》的第27页。那第27页的最后一大段呢，我们就讲到说，发心以修学菩萨行之理。那发心以修学菩萨行之理呢，还有分为2个，就是前面呢讲到说如何发心之后呢，那如何发心的科判里面就包含了七因果以及自他换的教授。那透过七因果以及自他换教授升起发心之后，那接下来呢就是受持愿心以及行心的2种仪轨。那受持完菩萨戒之后呢，就是受持完菩萨行的仪轨之后，那接下来就讲到说我们该如何的修学菩萨行。那修学菩萨行呢，就讲到说菩萨行呢，它总的修学，那还有说特别呢讲述说后2度的修学。那总的修学呢，就是讲到说前面呢就是4度的修学，那以及呢特别讲述后2度。那后2度呢，也就是禅定还有智慧。那在讲述禅定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讲述到了圣摩他的部分，那以及说最后智慧度的时候呢，就讲到说毗婆舍那，也就是证得空性的智慧呢，该如何修学。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说菩萨行总的修学呢，就讲到说，那对于总的方式呢，我们该如何修学菩萨学呢？那这边呢，同样它的科判呢又分为2个。那第一个呢，就讲到说做上修的时候呢，该如何行持。那第二个呢，就提到说做间修呢，该如何行持。那所谓的做上修呢，该如何行持呢？也就是说我们在正观修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在将护所缘的时候呢，我们该如何的呢去行持。那以及第二个呢，做间修或者说做下修呢，就是中间休息的时候，当我们在观修中间休息的时候呢，那我们该如何呢去行持。那这2个科判呢，是无论说我们在对于道次第呢做任何属缘行商的观修的时候呢，它都用得上的。也就是我们在正修的时候呢，我们该怎么去做，那以及呢在中间休息的时候呢，我们该如何去做。那第一个科判呢，做上修该如何行持的时候呢，它同样呢又分为就是前行、正行、后行。那所谓的前行呢，就讲到说加行6法。那虽然说呢，在前面呢我们已经讲述过很多次了，不过这边呢我们再稍微的重复一遍。那所谓的加行6法呢，就是第一个呢就讲到说，我们呢要扫尽住所呢，然后在扫尽住所之后，就是要庄严的去安布身语意象。那安布了把身语意象呢都安置好之后呢，那第二个呢就透由我们没有产狂的这种心呢，去希求各种的工具，然后呢好好的呢去安置去安放。所以讲到说由无产狂求诸供具端正陈设。那第3个呢就讲到说具足譬如7法或者是8法。那8法呢就是加上了属习观为8法，那如果没有属习观呢，就是譬如7法。那如果没有办法以譬如7法或是8法的坐姿，那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觉得最舒服的方式呢安坐，然后坐在安乐的坐具之上。那在安坐好之后呢，那就升起殊胜的皈依以及发心。那在升起了皈依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观想呢，就是第4个加行，也就是资粮田。那升起资粮田之后呢，那就是第5个呢，就讲到说集资尽罪的恶要呢，也就讲到说累积功德，然后还有尽除罪障。那还有这些都做完之后呢，那就讲到第6个呢，也就是祈请。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27页的最后面一段呢，就讲到说，那首先呢，前行呢，就讲到说，在一开始我们在安乐道论的开头呢，讲到说皈依总持上师天中天，人人金刚持佛前祈请呢，那这个以上呢，就是如同我们在最开头时候所讲述到的内容。那这边呢，就是讲到说，我们刚刚讲到加行6法里面呢，就是第6个加行呢，就讲到祈请。那在讲祈请的时候呢，我们就讲说祈请呢，还有分为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三大义的祈请。
那第二个呢，就是讲到说开启圣道之门的祈请。那第三个呢，也是透由跟功德之本颂呢，就讲到说累积一切加持的祈请方式。那以及第四个呢，就是安觉祈请。那这边呢，讲到说皈依总集上师天中天的这个祈请文呢，它最主要呢就是属于安觉祈请的部分。那我们做完祈请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是愿我与一切如母有情呢，都能够如理的修学甚深广大的菩萨行，然后祈求呢，就是我们顶门呢，就是和世尊无二无别的上师呢，然后来做加持。那透由祈请的缘故呢，那我们顶门上的上师佛呢，他就是降下了五彩的甘露，然后呢，降注在治他一切有情的身心，然后把我们无始以来所接受的一切罪障，那特别呢是对于说如理修学甚深还有广大的菩萨行的这种障碍呢，然后这个障碍它包含了所有一切的罪障、弊障、疾病，还有非人的干扰等等呢，皆能够尽除，那我们的身呢变为沉静光明的体性，然后寿命还有福德呢都能够一切的功德都能够增长。那特别呢是治他心绪呢都能够如理生起这种甚深修学菩萨行的这种功德的这种证悟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第28页的第二段。那以上呢就是讲到说就是前行的部分，那接下来呢就是正行。来讲到说菩萨行修学菩萨行的正行的时候呢，那要讲到说其次正行呢它又分为两种。那第一个呢就讲到说成熟自己心绪呢，那对于成熟自己心绪的方式呢就是修学呢六度。那第二个呢就是成熟他有情的心绪，那成熟其他有情就是自己以外其他人心绪的方式呢就讲到说四摄的修学。那第一个呢，成熟自己心绪呢，六度的修学方式呢，就同样呢，就讲到说，一开始呢，在正修习顶门上师佛之上呢，如是思维：我为了一切如母有情的毅力，必须速疾取胜无上正觉佛位，为此当毫不顾事，敬奉名声等，对于正法亏损的众生，尽己所能的行教示正法的法师；对于遭受人非人魔怪伤害的众生，当行有比部位中救护出来的无畏师；对于穷困匮乏的众生，当不计求一手果报，断除坚定，行施如其合宜的支具的财师。那三种布施法行呢，悉应如理修学。那这边呢，就讲到说，我们在修学成熟自心绪的六度的时候呢，那第一个呢，就讲到说呢，第一个是布施，六度的第一度呢是讲到说布施度。那在修习布施度的时候呢，那同样呢，一开始呢，我们先观修我们的顶门呢，就是有和世尊无二的上师。那在观想了世尊无二的上师上我们顶门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是升起发心，所以讲到说我为了一切如母有情的毅力呢，为了帮助他们呢，所以我希望能够快速的呢获得无上正等正觉的佛位。所以呢，为了能够获得正等正觉的佛位呢，我当要不要为了自己的名闻利养等等呢，然后呢，好好的呢去为这些正法亏损的这些有情呢，然后尽我的所能，然后不要任何的吝啬呢，为他们讲述佛法的内涵。那所以这边呢，就讲到说布施呢，它又分为三种。那第一个呢，也就是财施。那第一个呢是法施，那第二个呢是无畏施，那还有第三个呢是财施。所以法施呢，第一个法施呢就是对于说法的布施，所以我们就是尽自己的能力呢，然后对其他有情呢去宣说正法的这些内涵。那所以呢，在三种布施里面呢，第一个呢我们就讲到说，就是无论说三种布施哪一种布施呢，一开始呢我们的意乐呢都是不能够掺杂着就是恭敬地养还有名声，就是说并不仅仅是为了说呢，我为其他人呢宣说这些佛法的话呢，那我可以获得各式各样的供养，或者说呢，我为了其他人讲述佛法的话呢，我可以获得其他人对我的恭敬，乃至呢，我可以获得很好的名声。所以一开始在讲述佛法的时候呢，我们是不能够掺杂这些能够获得恭敬、利养还有名声的这种方式呢来做宣说。所以一开始呢，就是讲到说，我们是不可以呢具备这样子的意乐，而是要一个真正的利益有情的这种心态呢，然后来为有情讲述正法。所以第一个呢，就讲到说呢，就是法施。那第二个呢，就讲到说无畏施。那无畏施的意思呢，就是让有情呢能够脱离部位。所以讲到说，对于遭受到无论是人或者说是非人等这些伤害的众生，或者说呢，对于说像是水火等这些
在大水深火热受苦的这些友情呢，把这些友情救护出来呢，那这就是所谓的无畏师。那第三个呢，就讲到说财师。那财师呢，也就是对于说其他友情呢，给予金钱或是物质上的这种布施呢，称之为是财师。那我们在财师的对象呢，就是对于这些资具呢匮乏，就是贫困或者说资具匮乏的这些众生友情呢，那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呢，不应该希求任何的这种回报，就是不应该去希求这些异手的果报。然后呢，在布施的时候呢，我们要断除奸吝。然后呢，对于说布施给他们最需要的这些资具，那透过这种方式去布施呢，就是所谓的财施，也就是财物呢去布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往下看。那总而言之呢，就是讲到说我为了一切如母有情的毅力呢，必须速疾取证无上正觉的佛位。所以为了能够获得此佛位呢，为此我的身躯受用及所有善根呢，当不顾惜的施舍一切众生。那这里呢，就讲到说呢，我为了一切如母有情的毅力呢，所以我要获得佛位。那为了能够帮助自己能够快速的获得佛位呢，所以对于说像是我自己的身体也好，乃至于说我所有的这些受用也好，资财也好，乃至于说我自己呢过去所累积的这些善根呢，那我要毫不吝啬的呢布施给一切的有情。那这种方式就是要去修习我们的舍心，就是能把自己的一切呢布施给其他人，然后让自己的舍心呢能够不断的增长。那这种修持方式呢，也就是称之为是布施。那关于布施的内容呢，在安乐道论里面呢，他所讲述的内容呢，就是比较的精要。那不过呢，如果我们再去做仔细一点解释的话呢，就想要说，那所谓的布施，那布施的体性呢，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知道说，一般呢，我们在讲述到布施的时候呢，它是属于心王和心所里面的心所。那什么叫做布施呢？布施的意思呢，就是它是一种舍施，就是施呢，它这种舍呢，就是你想要舍弃掉，就是你想要布施，你想要舍给别人的这种心施呢，叫做舍施。那这个舍施呢，它是善的舍施，所以我们讲到说布施的体性呢，它是属于心所，它是心所里面的施心所。那在施心所里面呢，它是属于善的这种舍施，恶的话呢就不能够算作是布施，所以呢是善的舍施。那除了说善的舍施之外呢，那透由此善的舍施呢，然后发起就是我们身语的这种行动，无论说我们身体呢去做布施的行为，或是我们口中呢在布施法布施给其他有情的时候呢，那正在布施时的这个施呢，也是属于就是布施的这个善的舍施。那所以我们知道说布施的体性呢是属于善的这个舍施。所以呢，我们讲到说布施的体性呢是属于施心所，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呢，所谓的布施呢，并不是讲到说布施的人，或者说呢布施的对象，或者说呢你布施的东西，而是呢布施的这个人呢，他心绪里面的这个施心所呢，才是我们讲到布施的这个体性。那什么叫做布施波罗蜜多呢？那布施波罗蜜多呢，就是当我们的这个舍心呢，就是前面有讲到说善的舍施呢是属于施心所，当我们的这个舍心呢能够圆满的时候呢，就是所谓的布施波罗蜜多，并不是说呢我们所布施的对象呢没有任何这种有情呢他感到匮乏的时候呢，这个才叫布施波罗蜜多，并不是的，而是我们内心的这个舍施呢能够圆满的时候呢，它就成为了布施波罗蜜多。所以就想要说呢，我们把自己所有一切的身财，乃至说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自己的财富这些受用，以及自己所累积的这些善根呢，没有任何的吝啬，然后呢布施至诚的布施给其他的有情，乃至于说我们所获得的施的这个果报呢，也布施给其他的有情。那如把这种舍心呢能够串习到圆满的时候呢，就是所谓的布施波罗蜜多。所以布施波罗蜜多呢，并不是说我们所布施的对象呢，没有一个是大家都已经没有任何的财务匮乏，那这个才叫布施波罗蜜多。如果说是这种状况的话呢，那过去呢，这么多诸佛菩萨已经诞生，但是还是有这么多贫穷的有情，所以我们不能够把没有任何可以，没有任何呢，就是在需要布施的对象呢，称之为是布施波罗蜜多，而是我们内心呢，就是舍心能够串习到圆满的时候呢，就可以称之为是布施波罗蜜多。